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本期視頻。現年71歲嘅香港藝人關聰移居台灣生活已經有數十年。喺台灣生活嘅咁多年，佢已經褪去咗明星、星二代嘅光環，只係專注過普通人嘅生活。早2年一度被曝光喺台北街頭賣自製嘅 XO 醬，有人覺得佢生活落魄，先變得低調。實際上佢非常享受呢種自由自在嘅生活。難得嘅係曾寶儀喺香港主持咗一檔名為《香港人的台式生活》，其中有一期節目就採訪咗關聰，從而令佢嘅生活現狀得以曝光。關聰喺節目中再次袒露心聲，聲稱自己喺街頭賣自製 XO 醬，純粹就係好玩，生活唔至於大富大貴，但係都冇到落魄嘅程度。關聰嘅父親係關海山，呢位老戲骨雖然已經離世，但係關注香港影視劇嘅朋友對佢絕對唔會陌生。唔止係粵劇大老倌，亦係知名演員。而關聰雖然有一個大老倌嘅父親，不過講落父子嘅關係並不如外界想象中咁好。因為關海山生前一共有4任妻子，關聰係二房太太黃麗嘅仔。2006年，關海山因病去世，家族為佢舉辦咗盛大嘅葬禮，場面毫不遜色於賭王何鴻燊。香港有近多半嘅演員都去咗現場吊唁，但令人冇諗到嘅係，就喺關海山去世冇幾耐，關海山嘅4房太太蝦嫂就向媒體宣布咗所謂嘅遺囑，稱關海山生前已將所有嘅財產都交咗俾自己個仔關可為繼承。不過由於4房太太冇攞出遺囑證明，所以冇過幾耐，其他房嘅子女就將4房告上咗法庭。作為2房嘅細路，關聰自然亦都參與咗呢一場嘅遺產爭奪。雖然最後呢場官司嘅結果不了了之，但可以確認嘅係，關聰亦都獲得咗唔少財產。得到遺產後嘅關聰開始隱姓埋名，返到台灣開咗一間江貝醬小店。每日嘅生活除咗約人打麻雀，就係喺鋪頭入面經營。而之所以最近到路邊擺攤，係因為台灣當地嘅疫情比較嚴重，為咗養活店員增加收入，關聰亦都只能親自出馬。不過對於媒體所爆料嘅自己淪落到擺攤呢種消息，關聰表示並唔介意。佢認為自己每日可以同路人傾下偈打牌，仲係好有意思嘅。其實對於關聰嚟講，路邊擺攤只不過係佢嘅一種消遣方式。畢竟父親關海山留俾佢嘅遺產足夠關聰揮霍生活，或者正係因為明星擺攤嘅影響，關聰嘅店鋪最近顧客非常多，大部分人嚟到呢度都係為咗一睹店主嘅容貌，所以目前關聰嘅工作亦都好忙碌，每個月有將近一半嘅時間都要留喺鋪頭。作為公眾人物，關聰嘅事蹟可以話係好多明星應當學習嘅典範。雖然身價上億，但係關聰嘅生活卻非常低調，好少喺他人面前炫富，反而中意用自己嘅勞動嚟創造價值。咁比嗰啲喺大陸賺到盆滿缽滿，依然人前炫富嘅明星，唔知好幾多。關聰成為演員嘅時候，關海山已經係大老倌啦，名氣顯赫，但對佢一啲幫助都冇。關聰喺 TVB 打拼咗多年，幾乎係咩角色都願意演。除此之外，參與電影嘅拍攝，10年間嘅產量逾100部，相當厲害。關聰嘅外在雖然唔係特別靚仔，但係好有型，且演技過硬。憑借《楚留香》中無花和尚嘅一角名聲大噪，唔止係喺香港名氣響噹噹，後來台灣引進咗呢部作品，佢又紅到咗台灣。喺80年代初期仲受邀到台灣拍戲，風頭一時無兩。直到今日，佢依然將無花和尚當成招牌嚟宣傳。關於無花和尚呢個角色，多年後喺曾寶儀嘅節目中，關聰提及當年呢個令自己名聲大噪嘅角色，佢感謝嘅係夏雨。原本無花和尚呢個角色係安排俾夏雨演出嘅，不過當時夏雨唔肯剃光頭，所以呢個角色就換咗俾關聰嚟演繹。冇諗到促成咗關聰嘅大紅大紫。而出演無花和尚走紅之後，拓寬咗關聰喺東南亞發展嘅路，令到佢有咗更多四處登台嘅機會。翻轉頭嚟講，如今佢會喺台灣生活，亦同夏雨同無花和尚喺台灣嘅走紅有關。關聰表示最初會到台灣登台演出，除咗角色嘅關係，夏雨嘅邀請亦係關鍵嘅因素。關聰喺1983年同 TVB 結束咗合作關係後，就轉到台灣發展。
不過喺台灣佢並冇拍攝太多作品，反而係好鍾意台灣嘅生活，於是就喺當地長居咗落嚟。1986年，關聰喺台灣經商，顯然係有意要轉行另謀發展。佢開過港式茶餐廳，做過珠寶生意，開過武館教人功夫。雖然呢啲生意最後因為各種原因而以失敗告終，但都冇影響關聰繼續喺台灣生活嘅念頭。事實上，關聰當年喺台灣打拼嘅時候，曾遭遇到咗好大嘅挫折。佢喺曾寶儀嘅節目中透露，俾人呃咗2000幾萬嘅新台幣，約合520萬港幣，咁一度令到佢萬念俱灰，需要靠酒精麻痹自己。好在後來捱咗過嚟，靠住慈善表演，不斷令自己釋懷。關聰對於得失並唔係好在意嘅人，所以佢好快能夠調整心態。包括關海山離世後，家族曾經為咗爭產大打出手。當時關聰係唯一一位冇參與到家族爭產嘅成員，佢唔參與，亦唔表態，唔爭唔搶。等到事情平息咗啦，佢又回歸到尋常嘅生活入面。其實以關聰嘅知名度，佢要再度復出，尤其到香港、內地演出，機會大把。不過最終佢仲係選擇喺台灣安居樂業，除咗做慈善演出，平日極少露面。2020年，關聰喺台北街頭賣 XO 醬嘅事情被曝光後，一度引發外界嘅熱議同關注。唔少人覺得關聰嘅日子過唔落去啦，需要靠喺街頭擺攤為生，仲要宣稱自己係港台巨星，以此吸引客源。從媒體曝光嘅相中唔難看出，關聰當日身着一身白色襯衫同西褲，精神狀態非常唔錯。而喺佢面前嘅台上擺住10幾張自家生產嘅乾貝醬，路邊仲豎立住關聰出道時嘅宣傳照，甚至仲寫上咗港台巨星嘅稱號。明星落魄賣藝嘅場景不言而喻。其實喺好多人眼中，關聰嘅生活即使再唔好，冇可能淪落到街頭擺攤。畢竟除咗自己嘅身價，關聰嘅父親關海山亦係香港有名嘅演員。實際上，關聰嘅生活並唔落魄。多年後嘅今日，曾寶儀喺台北採訪咗關聰，關聰依然喺街頭賣 XO 醬。關聰對此嘅解釋係，賣 XO 醬係自己嘅興趣，唔係因為落魄。佢研究製作 XO 醬已經20年啦，所以希望分享俾大家。喺街頭擺攤唔係為咗生活，純粹當做好玩。佢直言好多人幫襯佢，就係為咗同佢合照。調轉嚟講，佢以同民眾合照為自己招攬生意。佢覺得咁樣做好有意思。不過如果大家係要覺得佢咁係落魄，佢亦都冇所謂。到呢個年紀啦，亦懶得去計較太多。關聰坦言，如今喺台北嘅生活好自在，有時間就練下氣功、打下麻雀，咁就係佢想要過嘅生活。近日，香港人的台式生活特邀關海山嘅仔出鏡，暢談喺台灣省嘅生活。40年前，關聰定居台灣，此舉究竟為何？據關聰透露，起因竟然係夏宇。當時夏宇參演劇集，由於唔願剃光頭，關聰就代替接低咗呢個角色，飾演咗後來廣為人知嘅木花和尚。正因為夏宇嘅邀請，關聰受此讚嘆，並毅然決定前往台灣生活。抵台後，關聰開始發展自己嘅事業，娛樂圈嘅爾虞我詐令到佢疲於應對，因此佢決心將注意力轉向其他領域。開過餐廳，從事珠寶生意，教授功夫等，但冇一個正式嘅成形，甚至遭遇過嚴重嘅騙局。雖然年近古稀，關聰一生未婚，卻同一個紅粉知己有住多年嘅感情。對於婚姻，佢嘅選擇主要受父親關海山嘅影響，加之個性中意自由，唔願被人束縛，因此至今未婚。通過曝光關聰嘅故事，我哋可以見到佢喺台灣嘅努力同堅持。無論經歷幾多嘅艱難困苦，佢都保持住樂觀嘅態度，唔放棄追求自己中意嘅事物。或者正係呢種堅韌嘅精神，令到關聰活出咗屬於佢自己嘅生活方式。今日嘅故事就講到呢度，我哋下期再見。